新多媒 Capital 958上車頻道，現在是評論報告簡要新聞。我國跟新西蘭將雙邊關係提升到全面進入伙伴關係，並且同意加強安全方面跟探索新貿易領域的合作。我國跟新西蘭推進兩國冬季與緊密的服務關係，並且探討在無人技術等領域進行合作。我國跟烏拉帕松新力聯合農業食品貿易工作組已正逐步推動兩國的農產品貿易合作。新加坡國立大學養老領醫學院致力健康長壽研究所臨床試驗中心，推動健康長壽的相關研究。前地350例病方面的中心，最先進的研究設施，同時採用綜合多學科架構，支持老年診斷跟老年治療的臨床研究與應用。醫療研究功能進位，中心也嚟培育科研應用、以後專業人才與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基地。有幾地馬的馬上增加設立新的資源官網。國家發展部董事黃達在 Facebook 發文講，新資源官網面積擴大40公頃，將我所調帶有18米東的落地，連接應用到樹林跟有機經濟，加強野生動物的活動與生態連通性。官網內將設置資源步道、牧場道以及資源遊樂設施，讓居民跟訪客能夠更體驗大資源。數碼發展的新聞部的調查發現，超過8%的小粉紅本地居民不可相認對被證接取有害的網絡內容，因為最所遇到的有害網絡內容是跟詐騙、售賣違禁品等等肢體欺華活動、大惡性或者暴力性質、網絡霸凌以及挑起種族或者宗教極端關係的內容。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加徵18%的關稅，並且對所有關鍵農業實施出口管制，以防止中國人生擴大企圖出口限制的舉措。特朗普正對中國的強硬容容，並且威脅取消與中國國家主力習近平的會晤，引發啟動恐慌，導致華爾街股市大幅下跌。委內瑞拉反對派政治家瑪利亞·科尼拉·馬扎多在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瑞典皇家科學院講，馬扎多不係推動委內瑞拉人民的民主權利，並且為實現要都追求民主的公正與和平貢獻而奮鬥。簡要新聞報告完了。